再来看台中有民众顶礼拜五去一间连锁火锅店点豆皮，竟然有加纸。台中市政府的食安处在初7嘛去现场稽查，有要求讲业者要爱限期改善，无得依照食安法来处罚。装豆皮盒仔内底有几若只加纸，而且阁是我的。餐厅的人客是带一条，紧甲翕落来，批评讲实在含糊。应该就是不止一只啊，照片就可以看到不止一只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样，反正拿下来就很多虫这样。有民众这个月初5去台中海线一间连锁火锅店食物件，另外有点一盘豆皮，不过服务人员甲菜放上倒了后，有民众发现盒仔内底有几若只加纸，嘛有其他的人伫网络留话，讲进前来这食物件，也捌看到炭边缘，怀疑讲这的卫生有问题。夸张啊，就卫生可能就要重新做处理消毒啊。台中市食安处初7去这间火锅店稽查，确实有发现真侪欠点，有开限期改善的通知书，要求赶紧来改正。现场稽查结果仍然发现有病媒的痕迹，另外自助式的吧台与餐具不洁，厨余桶未加盖等缺失，已开立限期改善通知书。业者发出声明，讲代志发生的事有紧甲实在换掉，嘛有甲民众回失礼。业者讲，可能是因为店内后场毋是独立的空间，管道是和别人共计使用，才会互炭边缘走入来。接落来要加强管理甲消毒。台中市食安处表示，若做复杂无符合规定，就会照违反食安法，甲罚6万到2亿。记者林建生台中报道。